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Lily， 祝大家新年好啊！買咗中山樓嘅朋友，呢條視頻一定要睇完啦！今年返中山過年，去邊度最有年味、最好玩、最接地氣，一次性話你知。咁每年過年，我哋香港人最中意嘅就係返大陸啦！一個深中通道，成個人都鬆晒，唔使趕時間，唔使逼地鐵，一入到中山，空氣都舒服好多啊！一返到屋企，將糖果、油角、蛋散全部擺滿台，紅燈籠、飛春一貼，過年嘅氣氛即刻到位啊！過年第一樣嘢要做嘅，梗係行花街啦，沙江墟、港口、南區各個鎮區嘅花市開到爆，年桔、桃花、蝴蝶蘭多到你揀唔晒啊！最緊要係平靚正，幾十蚊到百幾蚊有一大盤。喺香港冇幾百到1000都走唔甩啊！仲有各種各樣嘅揮春，哇！行完一圈，年味真係香到入心，街坊都係講住白話，氣氛真係好熱鬧啊！想食團年飯更加唔使愁啦，想食老字號有國際酒店，想食環境靚有尖園園林餐，想食地道抵食嘅有金剛美食大有酒樓啦，本地人個個都點讚㗎！仲有原來三鄉浸溫泉都可以 book 年夜飯㗎喎，食翻個年夜飯浸翻個溫泉真係舒服到不得了啊！大圓台一圍，盤菜、白切雞、燒鵝、海鮮擺滿成張台，一家人齊齊整整食餐飯先至叫過年啊嘛！食飽飯之後，節目都多到你玩唔晒啊！宣文西路、輕裝廣場、中山影視城。初一到初七都有豐富嘅表演啦！初一早上石岐醒獅、彩大浪等，沿街起舞送祝福；晚上仲有潮汕揮圍、步馬巡遊，行入輕裝廣場，表演者腰套步馬，演繹精彩故事同喜慶場景。初一到初三晚上古鎮六坊雲龍、西區長洲聚龍等國家省市級揮圍項目將會響宣文步行街、香山劇場大廟下開展巡遊表演啦，充分展現香山文化底蘊，仲有篝火表演、馬戲雜技、揮圍巡遊等等，節目多到你數唔晒啊！鑼鼓喧天，熱鬧到震啦！最震撼嘅係一定要睇打鐵花，燒紅嘅鐵水打上天空，火樹銀花、金魚滿天飛，壯觀到你睇一次記一世啊！南區曹邊村夜晚仲有煙花同埋燈光秀，想知道以上表演時間、地點，私信俾我分享俾你。一家人落樓放仙女棒、小煙花，抬頭就係滿天燦爛，呢種團年 feel， 香港真係好難有啊！咁Lily都整理咗一份每個地方、每個鎮區都可以買到嘅煙花店，想要呢個評論區留言都可以發俾你噶。想行街打卡，孫中山故居、尖園、大環古村、紅博城，由朝玩到晚都得啊！古色古香，年味十足啊！講真啦，對於我哋香港人嚟講，香港係拼搏嘅地方，中山先至最有煙火氣、最暖、最似屋企嘅地方。有得食，有得玩，有花街，有醒獅，有打鐵花，有煙花，最緊要一家人齊齊整整，平安開心。呢個新年我響中山祝大家新春大吉，萬事勝意，合家幸福。